早兩日我睇到一篇文章報道，我覺得標題非常之好，你淨係睇一睇個圖，你已經知佢講乜嘢啦。個人啊蒙住雙眼嘅，其實佢個標題就話投資者被蒙住雙眼進入一個時代。佢咩意思呢？就係話踏入2026年嘅話呢，其實好多未知之數嘅，呢啲未知之數呢，以前可以用推算啊、推理啊、過往數據呢都可以預測一下。佢覺得而家根本做唔到呢啲嘢，所以呢，佢哋覺得風險比較高。咁主要佢講咗3個原因，點解有個結論出嚟？第一，佢覺得特朗普嘅貿易政策其實都仲未穩定嘅，美國嘅預算赤字一樣係有，亦都繼續增加。跟住貨幣政策佢又可以寬鬆，寬鬆得嚟係會唔會過咗份？會唔會美聯儲嘅獨立性受影響？呢度佢又覺得比較有風險啦，難測啦。第二樣嘢呢，就佢覺得人工智能 AI 嗰度對嗰個經濟革命有幾大影響。佢咩意思呢？就係話，好啦，而家人工智能咁犀利，究竟佢個發展個速度有冇人估計得到呢？會唔會個發展起上嚟個速度仲比想象中更快？如果佢比想象中咁快嘅話，係造成好多不確嘅因素，呢個亦都係風險。第三點呢，佢都講到美國經濟而家係基於一個交叉點，咩意思呢？一邊個增長率比較好，因為點解呢？而家啲科技公司以千萬係抌落去起嗰個數據中心，但係呢，另一方面，因為人工智能發展得好啦，亦都代替咗好多人力啦，失業率呢就繼續增加，咁呢個又係一個問題啦，兩邊係分歧啦，咁你嗰邊經濟增長，嗱嗰邊又多人冇嘢做喎，咁會變成點個樣呢？嗱，佢就講緊以前無論你點樣去經濟上推理啊，或者以往嘅數據嚟推測預算將來會係點嘅呢樣嘢，佢哋大家都可以做得到。但係而家可以講話以前嘅數據完全係冇用，點解呢？因為以前根本冇 AI 呢樣嘢出嚟，而家呢個新嘅科技出嚟，會影響經濟去到邊一度，有幾快係冇人想象得到。另外嚟講呢，因為美國政府前段時間停咗冇開，所以而家出嚟嘅經濟數據，所有數據呢都唔可靠。咁你測又測唔到，就算你測到連啲數據都唔可靠嘅話，咁啊變成咩樣呢？2026年，所以佢覺得呢，因為以上3個原因呢，就認為2026年呢就比較麻煩，風險比較大，相等於啲投資者被蒙住雙眼入去投資啦。咁我想講一講呢，就加多一個原因，就係特朗普嘅身體狀況。其實以前有啲文章報道過，特朗普好似個身體唔係幾好，但係呢啲新聞當然啦，後尾都唔會有話大致再講呢個問題。但係大家記住，特朗普始終都已經80歲㗎咯。如果2026年佢個身體有咩問題嘅話，對股市好大影響㗎。對於呢啲風險嘅話，大家有咩意見喺評論區講一講。關注我，投資理財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係詹教授。